自从2025年8月24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以斯拉记第7章第7节到第10节。亚达四世做王第7年，有一寡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献司的、圣殿守卫、圣殿的工人，转来耶路撒冷。迄年的5月，以斯拉转来到耶路撒冷。正月初1，伊对巴比伦起身；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赞伊。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兄弟大家平安。过去咱经常会听人讲，也咧批评地方的政府真爱去啥物管，后来变做无啥咧路用，也是无咧用，就互人笑讲是蠓仔管。亲像建设袂少的传理活动中心，也是亲像西丽伫公园有一个教育农场，也是安尼。也有基督徒伫批评教会用真侪的资金奉献伫咧去礼拜堂大楼，总是除了做礼拜甲几场的聚会以外，平常也是关咧饲蠓仔，利用率、使用率拢真低，无啥经济价值。这话当然也真有理，毋过咱也有看到有的传理也真用心伫经营社区，所以活动中心活用经营，真做办真侪活动的好所在。教会也相款，有的教会也开放除了办家己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也有开放做社区的活动，也是办类似老人相连大学，也是日托中心等等。典型教会也是真有活力的所在。咱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以斯拉记第7章到第8章，记讲大约伫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完成了大约50年后，经过教师以斯拉率领第2批的返乡移民，转来到伫耶路撒冷，也互以色列人除了伫圣殿的献祭敬拜以外，也活化学习摩西的律法，真做后来称作是犹太教的新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第7章1节到5节，经学教师以斯拉的家谱。伫波斯帝国统治的期间，有3波主要以色列人的返乡移民潮。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回归移民，大约伫主前537年，因主要完成圣殿的重建。了后经过大约80年，伫主前458年，以斯拉率领第2批的返乡移民，强化甲建立犹太教社会。了后佫经过13年，尼希米带领第3批的移民，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波斯王朝皇帝中间有3个叫做亚达四世。伫第7章第1节，这个亚达四世王，一般拢讲是伫主前458年要伫做王的迄位皇帝。伊批准以斯拉带队转去耶路撒冷，振兴以色列宗教信仰，
伫第7章1到50讲述，以斯拉是出身祭司的世家，有详细佮清楚祭司家庭纯正的家谱记录，通证明家己的出身。第2段伫第7章60到10节，讲以斯拉倒转来耶路撒冷。以斯拉伫亚达士斯做王第7年正月初1，离开巴比伦，经过4个月，伫5月初1，转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程大约要13500公里远。以斯拉是经学教师，是第一流的摩西律法的专家学者，也得到皇帝的器重甲欣赏。伊毋是干那理论派，而且是一个实践型的专才，所以皇帝派伊转来耶路撒冷，专工教导以色列人明白佮实行上主的律法教示。第3段第2章1到5节，亚达士斯皇帝予以斯拉的诏书。皇帝予以斯拉的诏书，主要是讲允准以色列中间愿意回乡的人，拢通对以斯拉倒去耶路撒冷。王会供给充足的资金，帮赞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开销。若还有剩，以斯拉通自由运用；若是无够，通对王的府库来做请款。佮圣殿相关的服侍人员也拢通免除税金。佮予以斯拉也有权教育以色列人明白甲遵守上主的律法。毋听的人会受刑罚、处罪，甚至通刣死。第4段第7章27节到28节，以斯拉称赞上主。以斯拉为着安尼感恩的祈祷，毋过真短只有2节。伫这2节中间，也讲到重点真有力。上帝予皇帝有一个好的意思来遵营耶路撒冷圣殿。上帝予伊会当得到王参谋甲有力的官员帮赞，佮上帝也赏赐予伊有勇气来调集以色列的首领，做伙转来耶路撒冷。第5段伫第8章1节到20节，对以斯拉倒转来的人。伫即批对以斯拉倒转来耶路撒冷的人，有15个家族的子孙，大约1500个查甫人，以外当然也有妇女儿童，无算在内。总是即批倒转来的人中间，原本并无利未人。以斯拉伫咧阿哈瓦城的河边点算，发现无利未人，就找人去加西费亚地区见迄所在的首领易多，然后征得40名左右的利未人，甲大约220名的年梯龄人，就是圣殿工人，愿意甲因倒转去耶路撒冷帮赞服侍上帝的工。第6段伫第8章21节到23节，为回乡宣布禁食祈祷。阿哈瓦河详细位置并无解清楚，可能是流入两河的支河之一，应该较晚近巴比伦。以斯拉用遐做因的集合甲出发地。伫出发前，以斯拉先宣布用禁食祈祷来向上主祈求平安，因为伊要完全倚靠上主的施恩保护，无要请求皇帝派兵一路保护，
所以因凭着信心要完成返乡的行动，虽然是一大冒险，毋过经过禁者祈祷完全交托，落尾上帝也帮助因平安返来到耶路撒冷。第7段伫第8章40到30节，分派祭司点算运送献殿的礼物，因要转去耶路撒冷，总是除了早家己的物件以外，因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运送对皇帝官员甲留伫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奉献予上帝的礼物，要早转去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其中银有22公吨，银器70公斤，金仔有3400公斤等等。以斯拉指派随行的12个祭司长，负责点算甲运送这个礼物到耶路撒冷的府库做交接。因禁者祈祷的日子有几日，伫遮并无详细的写记。较要紧的是，因有正谨慎伫出发前做好准备，甲种种的作业。第8段转去到耶路撒冷，第8章31节到36节，因伫阿沃河边停留大约1礼拜外，正月12日正式出发。路中虽然也有对着埋伏的人的攻击，毋过伫上帝的保护，经过4个月久，因平安倒转去耶路撒冷。伫经过3日的休困，第4日，以斯拉甲祭司长升起圣殿，将对巴比伦带转来奉献圣殿的礼物做点算，称过佫详细的记录，然后流放倒转来的人也献烧化祭洁净家己，了后佫将皇帝的诏书交予相关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也帮助人民供给上帝圣殿的需要。以赛亚记第7章到第8章，互咱的教示，第一咧讲到着咱爱装备家己为主所用。以赛亚记第7章第2节，遮讲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伊是经学教师，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的律法非常精通。第10节讲，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咱通比评以斯拉是旧约的保罗，以斯拉甲保罗拢是一等一的大学者。以斯拉通讲是犹太教教义的建立者，若是保罗堪称是基督教教义的第一位神学家。两个人的地位甲成就拢相当非凡伟大。以斯拉伫巴比伦出世大汉，巴比伦是当时西方世界上大的帝国首都，也是古文明的主要摇篮之一。以斯拉伫这当路是上界繁荣的超级帝国首都受教育，而且伊也训练家己成做上界托付优秀的希伯来学者，专攻摩西律法的研究教导。伊的名声通行城，也受当路时的皇帝的注意甲器重。皇帝关心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子民，认为耶路撒冷毋但需要圣殿，也需要精通上帝律法的专家去遐负责教化、教育以色列人好好
认捌上帝、敬拜上帝。那安尼，伊个帝国伫耶路撒冷个统治才会当安稳久长。所以以斯拉就诚侪上适当个人选。后来，以斯拉也不负使命，诚侪类似宣教师受差派转去耶路撒冷赴任，搁一步一步完成宗教改革甲民族复兴个大工程。对以斯拉个新上，咱通看见装备好家己是非常要紧个代志。取得一项个学问、技术、技能，考出一张个证照，就迄个资格甲资历，通伫从事相关个工作，也是服侍个顶面做搁较好个服务，也是贡献。以斯拉虽然是替波斯皇帝做政务官，是食公家头路个公务员，毋过伊诚清楚，上帝才是伊真正个大头家。毋管伊是为着政府、为着皇帝，还是为着家己个一些民族同胞，搁较大个、搁较要紧个是，伊是上帝所选派个工人。爱为主做工，也完成上主所交托的使命、责任甲职务。所以咱也爱不断充实咱家己，伫各面可能的范围内精进进步，才会当做搁较大受交托的工。第二，伫遮咧讲到重视纪律有凭有据。以斯拉记有真像是书记官、秘书，也是文书传记的作品，因为伊真注重皇帝的诏书、文件、家谱，有年月、有地点、有人名、事件等等，简略也是详细的报告资料记载。亲像以斯拉派7位祭司长运送对巴比伦要早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圣殿。有皇帝官员人民所奉献的礼物，有详细记载种类、数量、重量，什么人经手负责点交到完成，一清二楚。伫咱的生活上，也是工作上，其实做记录是非常重要佮必要的代志。这会帮助咱留可靠有路用的资料甲凭证，也会当解决真侪数据的需要。检测有个人会写日记，有个人会写家己的日记簿仔，也是写伫手机仔顶面。亲像牧师娘每一年拢会用一本周记簿仔，甲一寡要紧的代志写伫迄内底。有时阵我也会去编遮个当时有做甚物个代志的记录事项，诚实用。做简单的整理，确实是上帝互咱的规律训练，也是为着将来未来有需要的时，诚做上好的历史凭据。第三，伫遮讲到着安排次序有条有理。以斯拉伫咧做代志，并毋是想到啥就做啥，诚随性的人。总是伊也毋是固执死板、真无趣味的人。伫人生的规划中，咱毋知伊是毋是有想到有一日皇帝会重用伊，佮爱伊回归故乡耶路撒冷，做一个列比中的列比，用上帝话、摩西的律法来教导家己的同胞，做一个宗教改革的家。以斯拉接受使命甲任务，咱看到伊尽忠尽职，伫咧招募谈判，特别发现队伍中间竟然无利未人同行，这是诚严重的差错。为什么利未人无爱同行？佮为什么无利未人袂使得？
也袂当用其他人来顶替利未人咧，因为流亡去巴比伦以后，利未人就无头路。因原体伫以色列，因无产业，是做专职祭司的助理，只当靠其他的同胞奉献，供给生活。所以去巴比伦流亡的期间，大多数的利未人为着生活就选择改行，而且因若转去故乡做祭司的助手，通常也是拢爱做一寡较粗重的工。所以利未人转去的意愿并无介悬。以斯拉找当地的领袖一道疏通协调，最后有大约40个利未人甲220名圣殿工人的后代愿意同行，可见以斯拉有做领袖的交通能力甲魅力。另外，咱也通看到伫转去后，率领休困3日了，优先处理的代志，就是清楚点交大笔的奉献，了后是献祭洁净家己，搁再是送交公文文件予有关的官员，传达皇帝旨意，也予地方的官员积极协助圣殿献祭敬拜正常的运作。对遮，咱通看见以斯拉做代志有条有理，也知影什么代志是较重要，爱优先处理的顺序。当然，咱也通学习以斯拉用敬虔祈祷甲全然信靠上主的态度，经历上主同在，上主亲自施恩保护的信心，这也是咱通学习的信仰功课。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也伫今仔日这个以斯拉记第7章到第8章，阮看见以斯拉伊怎样装备家己，也互主你来使用，也得到皇帝的信任甲委托，倒转到伫耶路撒冷。阮嘛知影，伫阮的人生有时阵，上帝你爱阮做什么款的代志，什么款的任务，阮除了装备家己，也着爱无提示，嘛相信上帝你要一路甲阮同在。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